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點樣，我就先介紹下先。呢個是咁你其實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再咁樣試多一格，跟住指咗入去。咁咧，你有打火石就唔應該點側邊呢啲嘢。哇！錯 shit！哦，錯誤啊！呢個就有時啦。首先重複一次啦，當整翻9格先。大家睇應該會甩甩地咁就。因為其實我玩嗰時就唔會甩嘅，就因為係個拍片成熟。就都 OK 嘅，因為唔想嘅話一定要抹機，但係抹機咁最後，哇！唉，算，都係幾應該。唔得喎。拜拜。OK，boom！而家應該整多次俾大家睇啦，算啦。首先有少少錯誤，唔知係咪整錯。一格。錯嘅係低嘅，大家睇。對比翻咁樣，見唔見到啊？高好多啊！比於你自己做。搞掂，咁就俾翻。火嘅嚇，大家見到仲有火啦，遠啲。唉。
咦？得啦，嗱，都係即刻冇晒。咁又咧，最有效嘅滅火方法啦，咁就係點樣咧？最有效嘅滅火方法咧，都係炸。如果你唔驚炸爛啲，同埋咧講翻預告先，下一次嘅預告咧就係玩點樣去野力機啊，咁就下集再見。